宜兰唱歌协会伫咧总围乡一笪空地打算要做唱歌训练中心。咧裁定过的时，却挖到一尊土地公。协会依照土地公意愿，伫咧当地起庙，号做顺风宫，应用机仔兵和民众结缘。这笪庙嘛，正做一个热门的观光景点。伫土地公庙祭拜了后，就会当讨免钱的兵。宜兰作为这间新的土地公庙，这阵仔是真热门的新景点，吸引不少游客。路都有看到，那其实蛮多人都有说这边有个新盖土地公庙，然后就顺便经过，然后来参拜。大家都只知道那个泡面土地公，没想到还有冰棒，我就觉得真的蛮特别的。这间新庙叫顺风宫，因为内底的土地公神像是宜兰唱歌协会伫总围乡永定村某一块空地啊，按算做唱歌训练中心。第菜训练用高边条啊凹土吞倒转的意外发现，互地方感觉真新奇。协会请民俗专家鉴定，神像是清朝百年招财福德精神。因为我是在地土生土长的，所以我知影讲，阮庄仔头是无这款的土地公。在地船长是讲，自细汉到大，拢捌看过这间土地公的神像，研判是吞土的时阵再来。协会祭拜了后，询问土地公的意愿，决定就地起庙。因为顺风旗是唱歌重要的代表，庙名嘛叫做顺风宫，代表顺利平安。冰棒的由来，就是因为我们选手以前的话，在练习的时候，我们都会买冰棒给他吃。唱歌协会表示，逐工庙会拢会提供差不多1500支旗仔兵，互拜拜民众谈散。假日我会提供3000支，也希望来拜拜民众会当支喙大，祈求所来的唱歌比赛选手拢会当顺利比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